咱德州工行做金嘎拢开啊呢。安尼吼。不过咱 Orange County 哇，每天都在增加呢。对呀、你知道吗？今天加州确诊，死亡人数83个哈。你猜猜看，洛杉矶、南加州有几个？51个。洛杉矶所以 Orange County 才变较济呢吼。洛杉矶较济。洛杉矶较济，甲迄个咱 Orange County 对，跟洛杉矶比较多，是因为其实是homeless 比较多，在外面哦。较歹处理，嘿。然后统计哈，罹病的在南加州，全美国哈，西班牙裔的39%。在加州有40几%，安尼吼。咱家墨西哥也较济，拢大做伙的。对，真嗨呢吼。美国人唔知影严重性呢。是啊，有诶口罩咱无咧挂。阮遮去行路吼，有较济病人会挂口罩。安尼吼。你下转，你下。看一下，不是好的。眼睛。不是挂住了。好啊，你个啥当？我说你，我要换一个图啊。恁兜诶图真济款吼。都若无甲家己画啊。你我要跳，你就无好跳。后边吗？然后黑幕。你压力好势无？热啦。热吼。热啦。今仔较无热啊，前几工较热较无。今仔日嘛是热。我今仔算还好，我热到3、4工拢无出去行门诶，行路。即马无法度啦，即马透早就真热啊。9点之前，今仔我9点之前去行。属第4章啦。知道吗？毋是啦，第5我标题写毋对啦，我赶紧改，较袂绕过。呀！第5章。呀！今仔初8啦，我这无改着啦，改后壁无改头前啦。我这莫写这啊啦，这逐个拢。你莫写。莫写第几摆较袂许。较袂去互迄个混淆伊。今仔日可能看这圣经的问题会较济安尼。第几章？第5。第5章对，今仔日个较长。第迄个。今天，我给大家看。没，梦里我贴。这个小，我看那个，等一下，中文的。
你爱应该无问题吧？关心一些。太平安，未开吼，无问题吼。好 ，OK， 好，OK， 好。那你们晚上有没有聚会？躺在床上穿睡衣。那天是谁讲的？为什么？有觉得他是全部我做。要现场这样的。效果不好。上。宝贝。OK。阿妹。无哪样起来啊？明仔载照个用，因为迄吼，毋知爱一个所在爱 adjust 的。他说菲利普伫遮无安尼遐。你嘛可能随用好随用，迄个明仔载伊会过来者，你要照，对啦。听得啥吼？有无看影？即摆咧？嘛无。你到有问题。即摆咧？有啊。有啊。哦。哦，今日打电话让他大拍。你伤大拍。你我伫电脑头前，所以小可暗啊。安尼咧？安尼较光嘿。自然光。自然光两米都无啊。应该是对啦。吧。差不多。我兄你好无啦？啊。你打。你讲哪？讲你好无啦？大概是好啦。大概是好，药仔食了有注死无？你讲哪？伊也无听呀。伊讲你的药仔啦，食了有舒适无啦？有煞拍无？我的药啊。药我食落哪会煞拍？咱即摆咧研究讲是安怎来变做人来半仙尔尔。我咧研究这个代志。你离伤近啊？毋是，咱规排吼，我规排咧，包括咧刷咧迄个建议遐刷咧，规个拢安尼，一点仔囝尔。真诶吗？长啊，微啊，那镜头。顶悬右边遐。安怎？遐个迄落有出现三个。好，你去看，我袂甲你吵。view。我这才两个尔咧。手机歹去。歹去啦，我嘛毋知。比较个用的无声啦。在这个地方弄对不对？现在找这个东西。对。所以你不能去右上。奇怪。在他的相片上面。我毋知要怎创。
我即马是伫。伫你的相片呢 ，accuse Andrew。你手无甲撸看卖啊，你冒撸撸。我做对，弄到不下。是在右上角这个地方找。啊，拢无去啊，因为无去。即嘛闭着题目台全数查经，啊，人拢无看啊。你我无看的，即嘛有看的，半截，唔要紧啦，半截就好啦。周无输个人看到身躯尔，头壳无去。对，即嘛头壳半截出来。对吼，对啊。半截。咁捌安尼呢？奇怪呢。迄变来变去呢，人会来选呢。伊我来看换因。即马可能还未下班啦，伊无要紧。安尼？你无输平安。你是讲我，你无输来我。我讲就无输。哦，平安平安。就啊。你变数修理好势啊你？即马吼开始要来做 handyman， 专门修理变数。你知影？有一对兄弟啊，吼，偏互人阿兄去台北读大学，尾来美国留学做教授。小弟大概初中毕业，尔都高中也考袂调，小就去做迄款学水道。阿兄读博士，就去迄款教册地学校做教授，就办这小弟来。结果尾小弟赚的钱比阿兄较济，有无？阿兄迄个小弟来美国阵做个水电工啦，伊赚的钱比因阿兄咧做教授较济钱啦。我知影，就有一个人啊，哥哥是医生啊。我讲迄恁大概熟悉啦，以前伫 Cal State Long Beach 系主任。哦 ，OK。他那么画的 David。有啊，你会叫佢看，因为上过。伊个咧美国学做 plumber 是足趁钱的。对啊，干那伊出来吼，按说个扣就差不多8、9、10块啊。对啊，按引导开始，伊就算钱啊啦。这样子。对啊，就这个限制。微长长啊。我先要伊第一什么人？监管啊，迄啥人啦？林平民啦。你评评起来吗？评评吗？林平有我的上尾了，敢毋是？录音吧。对啦。你奇怪那毕竟呢，一条长长。一条长长。像你根本敢若鼻孔以下就拢，敢若看到鼻孔以下，鼻孔顶悬就无去啊，对啊。啥？叫人看到鼻孔以下。你啦。为什么？唔知，为什么我都袂晓唱迄条歌，我根本就袂晓唱。为什么迄敢是迄款什么人唱的？江蕙。对一条。为虾米？为虾米？为虾米？我唔知有这条歌。你唔知啊？啊！古早你敢有遐少年？你真唔知？为虾米？电视剧啊，我知影这几句。台湾的电视剧内底的歌。哦，这一条主题曲啊，我嘛唔知，我知影这条歌。你坐这边哦，你坐这边。为虾米？为虾米？啊！
啊，你这放这不放咧。没有看到我哈。微笑应该。你开啊？无，即摆迄牧师讲伤光。啊，你行路时间无？因为今日来比赛呢，我唔知啊。那我拢无问题啊。我有问题，手甲刷看卖啊咧啊，逐个甲单看卖啊。我说这几项拢有啊。7点啊啦吼，啊我今仔日无用歌啦，因为前礼拜吼放一个歌，佮去用甲我 block 掉，啊所以我咱就直接来进行吼读圣经安尼啦吼，啊今仔日因为经节介长吼，经节介长，是好在。咱这个教论啦吼，咱兄弟来读迄个台语的，一人读50节啦吼，啊姊妹来读迄个华语的，一人读50节安尼啦，吼，好，咱要开始进前，咱先来祈祷。主必听阮的天父，阮为着阮的组织，搁一摆献上感谢。伫美国来面对即个中共的武汉的肺炎，已经5个月的时间，阮知阮的这个疫情搁是真严重，一方面伫经济顶悬也有真大影响。阮为着阮所徛起的所在来献上祈祷，也为着阮所会使搁有时间有这机会来组织伫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。也搁即摆将兄弟第一线，无论是医生、护士、警察，也是正咧提供人的需要，伫第一线遮的人来献上伫你的面前。伫因咧面对即个真严格的即个疫情的时阵，也咧牺牲因的时间，牺牲因家己伫咧帮助人的时，祝你的恩典特别甲因三角地带来保守因，来祝福因。阮为着阮的组织，搁一摆来献上祈祷，祝你的圣神来甲阮三角地带，帮助阮明白你所要提醒阮的教示。安尼祈祷靠做名。好，安尼我先来读第1节到第5节啦，吼。无伫责备老人，着劝伊亲像老爸；少年人亲像兄弟，老妇人人亲像老母，少年妇人人亲像姊妹，着全无清气。真正酒馆的寡妇，着尊敬伊；若是酒馆妇人人有囝，还是孙，因着大声学友孝伫伊家己的家来报答因的是大人，因为这是得到接纳伫上帝的面前。真正做寡妇无意外的，只有望上帝。明日常常得求叫祈祷。第6节开始，请 David 过来11节，请周牧师这个16节请迄个建议兄21到25请文华兄哈。来，第6节 David。文华哦。因为拍无去啊。好，就无周牧师，拜托你先讲吼，互第5节真正做第6，若是摄取的，虽然我已经死，迄个事就爱吩咐，互因无毛病。第8节，人若无顾亲人，甚至无顾家己的厝，这就是必了的道理。
比无信的人搁较歹。寡妇记伊切离的啦，的确着上60岁，正做一个丈夫的妇人人，搁有好所行的证据。瞻仰饲囝儿接待人客，洗圣道的骹，尽济受患难的人，趁一切的好所行。多谢11、19、15，咱请对面读一下。因放杀起头的神，就受捏断，到动起情欲来送基督的时，就想要嫁，因为因放杀起头的神就受捏断，搁学因端，搁过厝过体，那并。那什么也教会也插事讲所唔应该讲的，所以我爱少年的寡妇佮嫁生囝料理家，无互对敌有机会通讲歹话，因为已经有人活转去对撒旦。好，16请建议兄。哦，信主的妇人人，那厝内底有寡妇。家己就当救济因，唔通连累着教会，互教会会当救济遐个无瓦靠的寡妇。17节，教士来管理教会长老，因为伊配受加倍的敬奉，迄个个劳苦传道死人，安尼，因为圣经经上有安尼讲，主伫场上劝告的时阵，唔通担伊的嘴。我讲，人伫讲价是应当的。到20节。控告长老的啥物囝呢？控告长老的人啦。毋是有2、3个最强劲，就无得接纳。唔通接纳犯罪的人，正人的面前责备伊。爱人，互伊好，惊吓。21节文安兄。我伫上帝甲基督耶稣以及受敬的天使面前命令你。着守这的事，无伫固执所存的意见，行代志，无伫偏私，着赶紧互人按手，也无伫有份伫别人的罪，着家己着顾清气，无伫顾甘啉水。就用淡薄酒，因为你的脾胃甲你的熬破病的缘故，熬破病的缘故，有人会显露，会行到被审判，为因的罪缀因的后壁，会所行也有路线的，是安尼的啊。好，多谢。中文的吼，请牧师娘来，搁伊丽姐，搁周牧师娘，读5节，了才来看。
年轻人要像待兄弟一样，待年老的妇人要像待母亲一样，待年轻妇人要有纯洁的心，像待姐妹一样。要尊敬真在守寡的妇女。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，这些后辈就得先学习怎样在家中尽孝道，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欢的。真在守寡的妇女无依无靠，只仰望上帝，日夜祷告，祈求他的帮助。第六在以利节。至于专享享乐的寡妇，虽然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。你要这样教导他们，免得他们受指责。如果有人不照顾亲戚，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他就是背弃信仰，比不信的人还要。关于寡妇的登记，60岁以上的才登记，他们必须只结过一次婚的。好，第10。而且必须有善行的生意，好比善于养育儿女、接待远客、洗信徒的脚，无理积极尽力做各样善事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不要登记，因为他们性欲冲动，离弃基督，就想再嫁。来就牧师娘。在违背当初所许的愿，因而取罪。他们又学会了浪费光阴，挨家挨户，更糟的是，他们说长道短，专管闲事，说些不应该说的话。所以我宁愿年轻的寡妇再嫁，生儿育女，照顾自己的家，敌对我们的人没有攻击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些寡妇改变初衷，随着撒旦去了。16节到20节，请评评。OK， 如果信主的妇女家里有寡妇，她就得照顾他们，不可把担子推给教会，这样教会才能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。善于教导的长老们，尤其是在讲道和教导上特别努力的，应该得到加倍的酬报。因为圣经上说，牛在踹鼓的时候，不可拢住它的嘴。又说，工人应得工钱。如果有控告长老的事，除非有2个或3个证人，就不必理会。好，现在20。要公开谴责所有犯罪的人，好让其他的人有所警惕。我在上帝、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，郑重地吩咐你遵守这些教训，不可在任何事上有成见或偏私的心。好，来22你牧师娘，拜托你个答案。不可随便给人行按手礼，不可卷入别人的罪行中，要保守自己的纯洁。因为你的身体常有毛病，不要只喝水，也喝点酒来帮助消化。有些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，他们早已受审判；也有些人的罪是后来才显露的。同样，善行是显而易见的，即使不明显也隐藏不了。好，来，咱今仔日经文较长啦吼，大概有几个方向吼，咧讲到一寡教会内底的人需要去照顾的吼，咱佮用这个问题甲经文佮 review 一摆，互咱会通较清楚，然后咱后壁才佮来讨论安尼啦吼。我用今仔日读的中文做这个范本吼来写文章吼。伊讲不可安那？不可严责老年人。斥责啦，不可斥责老年人。来，过来咧。要劝他。OK， 好。
所以不是讲老人拢去甲叮当哦，嘛是爱劝告。因为咱这讲斥责甲劝告中间的差异啦吼。伊讲带年轻人要像兄弟一样啊吼。过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带年老的第二站吼，年老的什么人？妇人。哦，要像母亲一样。带年轻的妇人要像姐妹，哦，不对，要纯洁哈。纯洁。这咱后边我那会当然小可来讨论一下啦哈。要尊敬什么？真在守寡的妇女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你讲这个真有问题，还是讲这个真有它特别的意义存在哈？新约的真在。刚刚讲保罗伫遮咧讲守寡的妇人，对伊来讲真重要的，真假的真。足重要。为什么是足重要的？这个咱连面来讨论啦哈。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，这些怎么样？这些什么啦？后辈，后辈，后辈后辈啊！哦，对，就是指头前的儿女还是孙呐？哦，过来呢？什么人的声？爱安怎？尽孝道。OK， 哦，这咱连咪嘛，我那会讲吼，这个孝道，伫希腊文的意思，甲咱即摆了解有小可无共款。来继续问题，要来报答父母和祖父母，因为这是什么？什么人上欢喜的？兄弟。哦，这甲10条戒内底一条诫命有关系，对不对 ？OK， 第三个问题，什么样的妇女无依无靠，只求仰望上帝？真在守寡的，我了解新约的真在守寡。The widows who is really 真正的哦，这个连咪咱会当好好来讨论啦吼。第三个问题，第6节、第7节，至于专想什么？宴乐，享乐。OK， 虽然活着，其实呢已经死了。这个讲救助呢，哦，来，这样他们会怎样？什么呀？要教导他们呢，啊，要教导他们，免得他们接受指责了，哈。OK， 第4个问题，第8节，如果有人不照顾什么？亲戚，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他就是被去信仰比不信的人还要坏。哦，这个真严重呢，吼。这我等下我来小可甲大家分享一下啦，吼。第9节，关于什么的登记？咱即马要选举嘛，吼，咱来登记选民嘛。可是这个地方不是登记选民了，吼。即马伫台湾也好，美国也好，拢有咧领补助，啊嘛，即嘛要登记嘛，要报税记录呢，吼。但是这是啥物诶？寡妇的登记。寡妇的登记。咱今年咧做这个 census， 爱登记寡妇。登记了未？登记了啊。人口普查就是咧登记嘛，对不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这边竟然要寡妇登记？